今日咧就要開一個聽眾推介嘅書啊，就叫做《別害怕衝突》啦，就係阿 Tim 寫嘅。咁咧，各位，我相信咧，你諗起某啲場景咧，例如公司有個同事咧，成日做嘢就拖慢啲進度啦，或者有個客咧提出咗啲好過分嘅要求喎，你心入邊明明好唔忿氣啦，其實好興喎，但係咧去到開口嗰一刻咧，你又會覺得，唉，唔想搞大件事啊，忍得一時風平浪靜啊嘛，去到最後咧，你都係選擇吞聲忍氣嘅，但係結果係點啊？其實你越忍咧，對方只會個態度越嚟越過分嘅啫，你越退咧，你自己嘅壓力又會越大啦。Hello， 大家歡迎嚟到呢度，我係喵老闆，目前經營5間鋪頭。今日咧，我哋就會開啟全新一個系列啦，去拆解職場必修課，就叫做別害怕衝突嘅。有好多人咧以為冇衝突咧就係好啦，但係作者 Tim 咧就話俾我哋聽，逃避衝突咧先至係摧毀一段關係嘅元兇嚟嘅。今日咧我就準備拆解點解我哋大腦咁驚去同人哋做爭論呢，同埋點樣去克服呢一種心理嘅恐懼。書入面咧就提到一個概念啦，就叫做和平嘅假象。當一條 team 入邊咧冇人夠膽講真話，或者冇人夠膽挑戰錯誤嘅時候咧，呢條 team 咧其實已經死咗一半噶啦。咁恐懼衝突咧會導致一個叫做假性共識嘅嘢出現啦。咁大家咧個表面上都話好啊好啊，但係其實咧喺背後就會互相抱怨對方啦。咁作者指出咧，衝突恐懼症咧往往係源自於我哋對負面情緒嘅一啲過度嘅想像啦。我哋以為一鬧交就會決裂啦，但係其實咧專業嘅衝突咧反而係解決問題最快最好嘅方法啊！逃避一個5分鐘尷尬嘅對話，往往要付出50分鐘嘅內耗成本。咁我喺經營實體店同網店嘅時候咧，對呢一點咧都有頗為深刻嘅體會啊！咁以前咧做網店咧，遇到一啲咧好無理取鬧嘅西客嘅時候咧，我都好驚同佢哋有正面嘅衝突啦。結果咧，對方只會越嚟越過分啦，甚至影響咗其他客人啊！咁後來咧，我就學識咗，其實衝突咧唔代表你要鬧人㗎，而係劃清界線啊！當我哋咧專業而堅定咁樣咧指出公司嘅底線嘅時候咧，雖然嗰刻咧其實會好尷尬嘅，但係咧反而最後會贏得大部分客嘅尊重啊！喺實體店咧管理員工都一樣啦。以前有個咧 O 師傅咧成日做錯嘢出錯啦。但係咧，我又費事面阻阻咁樣咧，而冇直接正面指出佢嘅錯誤啦。結果其他新員工見到咧，覺得咧原來出錯係冇後果嘅喎，咁成 team 人咧嘅紀律就會瞬間崩潰噶啦。做老闆嘅職責咧，唔係你要做一個好人啊，而係你要做一個清醒嘅裁判。只有正面嘅衝突咧，你間鋪嘅制度先會受到尊重。咁我哋咧點樣可以踏出呢第一步呢？書入面咧就教咗一個好強大嘅心態重組訓練啦，就係將衝突由情緒發泄重新定義為資訊交換啊！當你咧想同人哋發生衝突之前咧，唔好諗住我要贏佢，我要拗贏佢先，而係諗我啲資訊咧其實佢未收到嘅喎，佢有啲諗法其實我都唔明啦。你要將你嘅目標咧設定為交換資訊。而你嘅焦慮感咧就會大幅下降噶啦。咁記住咧，一個健康嘅衝突咧，其實為咗對抗問題，而唔係對抗人嘅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拆解咗咧驚衝突嘅心理根源啦。就算咧我咁開口，應該點樣講呢？先至唔會變咗人身攻擊呢？或者喺我最興最嬲嘅時候，點樣可以依然講出一啲最有說服力嘅說話呢？咁下一集咧，我哋就會講衝突入邊嘅溝通技巧啦，教你一套最專業嘅開火方案啊！如果你想改變你嘅人際關係嘅話咧，就記得開翻 notification， 我一出新片就會即刻通知你噶啦。如果你有咩書想聽，都可以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啊。喵老闆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